目前国内有8000人申请疫苗不良反应救济，卫福部即阵才审查600多件。有民众表示讲，已经互人伫咧外国互诊断是罕见的 AZ 副作用高淋巴瘤症候群，提出申请4个外国，中央却甲伊回应讲，还佫伫咧调病历，无互医师无法度接受。长达3、4个月的，就是整个下肢是神经痛，痛到都没办法睡觉。看了骨科，然后照了核磁共振，又看了神经外科，看了神经内科，看了内分泌科，看了感染科，都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的真正的病因是什么。47岁的李小姐真无奈，讲家己去年6月份做过第1期 AZ 了后，看国科的医生，到即马换过血肿、吐拐啊，才有法度行。伊讲家己是去中国看诊，才诊断是高淋巴瘤症候群，是一种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了后引发的急性多发性神经炎。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甲伊列做是 AZ 疫苗罕见的副作用。李小姐表示，今年2月份提出国内疫苗救济申请，按号排6000多号，不过卫福部即马才审到600多号。现在审了600件，那全部有8000件哈，到底什么时候审得完哈？根据卫福部111年度 COVID-19 疫苗审议的结果，统计到今年5月26，莫德纳有123件 ，BNT 11件，高端14件 ，AZ 上介侪有304件，救济金超过2600多万。立委甲民众拢希望现在作业会当更较紧的，也爱放量认定标准。因为它整个病程有的比较长所以我们那个病例调的有时候会比较久，都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所谓的这个预防接种不良事件因果关系评估的准则。所谓的这个文献上没有的话，无法确定部分都会尽量横着，让这个民众可以获得这个一般的一个补助。除了承诺会赶紧审议，中央也表示已经加派卡手倒调病例，也让这作业的速度会当更较紧。记者阿明正派文台北报道。